花鸣、鸟叫，蝴蝶不怕生的在游客手上嬉闹。染色的彩布随风飘荡，这是美浓的黄蝶翠谷。那黄色就是代表黄蝶的颜色，那白色就是美浓下过雨之后会有雾气，然后会盖在山上，所以就用这个意象去染这个布。不孕16年的黄蝶季成了例行公事。爱乡协会邀请艺术家到美浓驻村，让艺术悄悄地融入大自然，黄蝶翠谷也有了新的生命力。因为它可以拍得到蝴蝶，它就在那边停留。那像下午的时候，它就是虽然没有蝴蝶，但是有风，那个飘的时候，那个的影子的，还有那个布幔的那个感觉就非常好。他们也会停留在那边拍照。因为爱乡爱土，所以希望给蝴蝶留一块净土。进到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可以很自然的去感受到你跟土地的关系。彭毅毅生长在都市的客家孩子，因为创作第一次回到客家庄 long stay。对，因为在城市里面做创作的话，你有时候可能会被媒体或是一些流行的东西去干扰，它可能是一个短暂的，或是比较浅薄的。对，那只有在这地方的话，它是可以，你可以静下来心来去想这件事情，或者想环境的事情，看山或吹风。美浓给了艺术家不同的创作空间，而艺术家则给了美浓新的面貌。我们希望透过黄蝶季或是其他方式呈现给大家，因为要知道收差很法咯，反境又好。要知道收差很棒咯，这个地方很大，而且环境又讲，环境又优美，对不对？所以透过黄蝶季，慢慢的累积大家一点更爱这块土地的意识。对，每年夏天，黄蝶是美浓天际最漂亮的装点了，还是有好多人在努力，希望留住这美丽的资源。要知道收差很棒咯，环境又好。要知道收差很棒咯，环境又好。